再来看中南半岛的湄公河，本地遮的生态是真丰富，也毋过因为水头咧起大坝，所以水路走去，水质嘛改变。根据相关的环境报告，讲即摆河川内底有5%的鱼仔可能拢会断种。保育人员将湄公河大型的鲢仔鱼野放。一尾鱼重163公斤，是当地濒危鱼种。湄公河年渔获量超过200万吨，营收超过110亿美金，是全球上大的内陆渔场。那特殊的多元补充生态圈，更是未少大型鱼种的诞生地。2022年出现的淡水航仔鱼重300公斤，创世界纪录。多样化的补充环境，却因为水头的水坝工程来受到威胁。根据路透报道，位伫上水头的中国建造大型水坝。偌济河川水量甲沉积物，造成湄公河水质改变，阻碍鱼群生卵甲潜水，加上沿河各国的水利工程，引发4000万民众的生活面临危险。The main threats to the Mekong River are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. That could include hydropower dams, habitat fragmentation and degradation, overexploitation of fisheries. 美国国际开发署旗下的湄公河机关计划测试发表研究报告，指出，在湄公河超过2148种鱼种中，有5%面临灭绝的命运，因为挖到掌握的鱼种达到38%，所以灭绝的有高数字恐惊也会更加悬。已经有18种鱼种获得至极高风险的极危等级，包括2种全球上大的大型鲢仔鱼、大型鲢鱼甲淡水航仔鱼。好消息是，专家引用数据指出，也有补救的机会。We haven't lost a single species that we know of yet in the Mekong River Basin. So no species have gone extinct. The fisheries are still incredibly productive. 专家建议湄公河沿岸的各国政府应该赶紧采取行动，以永续方式进行河川甲渔业的开发。公司新闻刘小芬编译。